前有许多施主要去拜见什么？分价给息。好了，你们不要全部的人都念，全部人念了我都听不见。好了，没有事啊，你们一个人念，屏息念啊。那天上午，格西在三宝所以前摆设好贡品、装饰等非常甚妙。当时他观察自己的发现是为了在施主们的面前表现很庄严的，发现是为了在施主们的面前表现出很庄严的影射是吧？形象而做。那么他就是所有的贡品啊，全部摆上去以后，然后他自己看的，有的时候可能是贡品都摆上去非常庄严的时候，大家也一定会欢喜嘛。那么等到欢喜的时候呢，他就先看一下他当初的起心动念是什么。那么当初的起心动念是那一天他会有一些功德主，他的一些功德主来看他，所以呢，他就是为了能够在功德主面前，相当就是在自己多么精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吧，应该可能是这样。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他都觉得这个呢就是不是很如法的一个起心动念。但是他当初如果是有另一个想法，今天我的这些功德主们来，那么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把它弄成一个比较庄严的贡品这些，那么肯定他们会产生欢喜心。他们如果产生欢喜心的话，他们有功德。今天我努力的就是做贡品布置坛城，然后就是摆做贡品啊，就是装饰等等这些的所有的努力我去做做的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我的起心动念是正确的。然后等到他们来了以后呢，他们就是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他们就是只有一个欢喜心，他们觉得哇这么殊胜多好啊，有这种的想法的话，那么也是利益到他们。所以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他摆做的贡品也好等等，一切都是肯定就是对的，而且也是不需要在这里重新改变什么的。但是他如果自己就是观察一下，那么就是他的一切的起心动念并不是这样的，他的起心动念就是为了那么这些功德主的面前觉得他自己是多么精进的一个修行人，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就是不对的起心动念。所以就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了自己的起心动念不对，所以认识到这不清净的发心不清净的起心，于是他向三宝所以和贡品上撒了一把灰，自言自语说：“你这个比丘不要那么虚伪。”他呢就是当初就是立刻这些呢就是什么样？这就是忏悔，一种忏悔的方式。他立刻就是改变了。虽然他是为了什么？他本身可能是为了就是平常一样的就是方式，然后呢就是那些功德主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所以呢来的时候他都觉得那这可能是功德主们的心里应该会有什么想法，就是我觉得不清净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等等这种想法，所以他就那一天呢特别的就是做一些布置什么的，做一些摆一些贡品什么的。但是他做完以后，他自己看一下，我是为什么今天这样做，那他就发现了他的起心动念不正确，所以当时他就把那一把灰尘撒在那个上面，那个所有的贡品上面，
那按道理来说的，就是你把好不容易在三宝的所以之前，相当就是佛像前面，或者是唐卡前面，或者是这些经书前面摆做各种各样的供品，然后就好不容易能够可以做成这么庄严的时候，你再拿一把怎么说呢？泥土撒在这个上面，那这是岂不是一个很大的造业吗？但是实际上，他是为了忏悔，为了消灭他的当初的这种虚假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掌作这个起心动念，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功德。所以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帕当巴尊者帕当巴尊者知道了这件事情后，帕当巴尊者说，西藏的所有的贡品中本公家的一把黑尘本公家怎么说？本公家的那把灰最殊胜。那所有一切的就是这些贡品都不殊胜，那么本公家在这些庄严的贡品上撒了一把黑土，那个是会是最殊胜嘛？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的，那就非常的奇怪吧。但是实际上来说的，他呢就是为了忏悔然后消灭他自己的不正确的起心动念，所以从此以后，他肯定不会做这种虚假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才是最珍贵的。所以我们修心都是并不在外表上，都是在内心上，这个都是大家也是谁的都一定要知道。那么另一个角度来说，那如果是有些人本来就是非常不清净的，本来就是为所谓的，根本也是不会有什么，就是为解脱也不会那么的珍惜，为在这个怎么说呢，堕入世间轮回也是并没有什么害怕跟并没有什么想法的那些人来说的话，那就无论怎么样的都是没有什么用，相当就是他不摆供品，不做这个装饰这些也是没有什么功德的，因为就是懒惰，因为就是不精进而已。那但是真正的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内心是最重要的，那么外表的行为是并不重要的。因此我们应随时随地善加观察这相续在此什么凡夫地相续中，相续中不生起丝毫恶分别念的以乐前行时，不可能的。如果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就像那个从前本格西是吧？本公家格西一样的道理。但如果等一下但如果什么造罪业，应马上意识到并立即忏悔，发怒不再造恶业是吧？发誓不再造恶业，然后便自相续不以恶业同流什么？同流合污。有一次本格西本格西本什么？本公家那这个真是
哎呀，本宫这个是一位，到一位施主家里是吧？是。这施主吗？施主是。啊，施主家里。家里当时施主们都到外面去了。他想，我没有茶叶，他是在山上修持嘛，闭关者，所以呢，他就是去施主家里帮他们念经。念经的时候呢，就是施主们都出去了，然后他就知道了他看到了施主家里有很多茶叶，然后就一个袋子里面，所以他自己在一个人在山上修行的时候，过去的那些所有的山上修行的人，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很不好嘛，所以他可能没有茶叶，所以他就想到了我回去那个山上修行的时候要有茶叶，所以今天刚好就偷。当他把收进茶叶的袋里时，立即以正面施持，于是他大声呼喊施主们：“我这个人正在偷茶叶，将这只手从手腕砍断。”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正直正念的心，我们都是说用正直正念的思想来调伏自己的内心的一切烦恼，就是需要这个样子的。因为他是一个山上修行的一个修行者，他有他的这个起心动念当中，就是想要有投一点点茶叶回去。这个来说到，就实际上来说到，就他有这么是一个不清净的一个执行，对吧？但是他呢，就是开始在投茶叶的这个动作，手一伸进去在茶叶的袋子里面的时候，他的正直正念的思想就已经提醒他了，这件事情不可以做，而且他自己就马上就知道了他自己在造业。当然他知道造业的时候，他就是立刻就是阻止自己不要造业，同时呢，为了忏悔，他就是要叫所有的那个人，那么他就呼叫所有的人说我在投茶叶，所以把我的手臂要砍断。这就是一个忏悔的方式。那么如果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人，他一生当中会不会修的越来越好，那是当然就不用讲的，没有话讲的。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果是当初想到了，那他就觉得我是不能投茶叶我就把那个头就是偷偷的收回来，那可能是忏悔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呢，他就是立即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他在偷茶叶。阿底夏尊者也说，尊者说，我自己入了别解脱门后，细微的过患也为什么？未染上过。如了菩萨证，对菩提心的学处，菩萨界出现过一两次过失。入了密宗金刚乘后，虽然伴有更多的过患，但是全都立即忏悔了，从来没有不忏悔而让罪业过业的。他在行路途中也是一样，出现恶分别念时，马上去除一目指曼他罗，立即忏悔，做忏悔。这个是阿底夏尊者。那么所有的这些过去的高僧大德，他们的修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此的珍贵的原因也是在这里。那我们也是要跟他们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在任何时候我们自己内心有任何的不
正确或者是不如法的分别念的时候，马上也是要念诵金刚萨埵的白字明。如果会念那个35佛禅的，那么就是念诵1至35佛禅，然后就马上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忏悔，然后再念诵会念白字明的人呢，就是念诵多次的白字明，然后就马上忏悔。然后只会念诵金刚萨埵的短咒唵班哲萨埵吽的人，那也是马上就是在自己就忏悔唵班哲萨埵吽，就这样念。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忏悔的，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说，别解脱戒的时候，他都没有破坏任何的那个罪，所有的这细微的学处都是他就是手持的非常的清净。但菩萨成的时候，就是会有稍许的一些违反那种学处的时候。那么在入了密宗的时候，密宗的这个金刚乘以后呢，就常常都是犯罪，因为入了密宗的金刚乘以后呢，那么在怎么说呢？密宗的三昧耶戒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细微，所以呢，就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自己的起心动念。一个起心动念就会犯很大的罪，所以呢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任何时候都是，如果是对有些邪见之心也好，对金刚师兄之间的一些不清净的执念也好，对一切众生的不清净执念，对佛法的不清净执念等等一切都是立即忏悔，立即忏悔才是最有功德的。所以阿底峡尊者也说，没有让罪过一个晚上。所以他就是破罪的，相当就是这样的一个造了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相当就是一个人造了业，他就是一个罪人。就像我们实践里讲的一个犯罪的人，他就是叫犯罪分子。那么就是他的犯罪以后，他没有就是坐牢，或者是没有怎么说呢，那个解决这个事情之前，他都是犯罪的人，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杀了人，然后他没有招进去以后，他逃跑了，然后他就是在待了1年、2年、3年、1天、2天，都是他在是那个犯罪的，已经是一个罪人嘛，对不对？那么就像这样的，就是破戒也好，或者是那个造业的那个人，他就是相当就是造了业的，他这个时间是过了越久就越不好，所以就是马上要立即要忏悔的一件事情。在平耶家的地方，有施主在众多葛西聚集的行业中供养酸奶，西藏的酸奶。班公家葛西坐在行列中间，他看到施主给前面的人供养前面的人供养了许多酸奶，心想好像到我这里的时候，我的那份很可能得不到，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翻译的时候呢，就是说得不到我的那一份，但是那个藏文原文里面来说，到了我这边应该不会有比较好的酸奶，就到了我这边应该没有，因为酸奶都是一个一个的，它容器里面的上面的就比较好的，然后下面的就比较怎么说呢，普通一点的，然后更下面的话就比较不好，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呢，他就知道就是到了我这边呢，就是可能他没有比较在前面吧，所以呢从上面供下来的时候，到了我这边应该是比较好的那些已经没有了，他会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念头。紧接着他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便自言自语，像你这样的比丘，对饮用酸奶就有这么大的信心。于是他把碗扣下来，供养者来请他享用酸奶时，葛西对他说：
我已引用过了，不愿意再享用。本来他只是想和其他亲近比丘平等的一份，没有任何不善业的方面，但仅仅因为有希望获得什么？优酪乳就是说酸。优酪的酸奶是吧？对，优酪乳就是酸奶。获得什么？获得优酪乳的私欲。私欲就是比较好的嘛，是不是？私欲，自私，想要获得酸奶的那个自己。好的，所以就不享用了。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是平常来说的话，他就是能够得到的这一方酸奶，他来享用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罪。他是一个比丘制，跟其他的比丘制一起平等的一个场面上，就是得到的平等的供养是他是允许可以食用的，而且是他这个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呢，他就是想要得到比较好的那个部分，然后就是又害怕到了他那边就是得不到这个好一点的酸奶，所以呢他就产生了这样的起心动念。那么因为这个起心动念以后呢，他用什么去忏悔？那么这个必须得要忏悔，所以他为了忏悔，所以就立刻改变了主意，所以他把就是相当就是敌对了他的这个贪性，所以呢就是没有享用。所以我们平常都是一样，就是我经常也是给大家说，不是说一个人在曾经做过什么，或者是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得要将来，就是要剥开自己过去的修行是多么殊胜，或者是多么一开始在进入佛门的时候我多么虔诚，对上师多么虔诚，对金刚师兄多么的亲近跟虔诚，然后有多么的尊重，然后对佛法多么的尊重，然后对修行有多么的精进心，这些当然是很好，但也是并不是要看这些。如果是你当初进入法门的时候，你是一个多么精进的人，今天如果是对这些你都没有的话，那你就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当初如果是有造业的部分、破戒的部分，或者是不精进的部分，或者是有邪见之心的部分，或者是不尊重的部分，都要知道以后要忏悔。你们没有立即忏悔的情况下，也是随时随地要忏悔都是要来得及。如果是忘记这些，然后将来也是不去考虑的情况下，那就没有用，那就不是真正的修行人，也不是真正的佛门弟子。那么你今生就是皈依了佛门，遇到了佛门，遇到了佛法，但也是对你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如果是你真正的今生有学习佛法、修持佛法，对你的人生要有帮助的话，那你必须得要往以后看，自己也好，他人也好。如果你有一个师兄，他曾经做错了很多事情，这也你不用管他曾经做错了什么事，你要看他现在做什么。他现在做什么，他应该知道将来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现在也是一直做错的话，那你可以跟他就是保持一个距离，但也是他做错的事情不会影响到你，但是你自己必须得不要学着他，不要向着他，保持一个距离，然后你自己必须得要怎么说呢？控制自己。那你自己也一样，过去如果是造业的部分，那也并不是说过去的造业都是对你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不是这样的。但是要忏悔，忏悔是怎么去忏悔呢？从今以后，那么再也不造这些的业，就像班公家格西他投茶叶一样，他就是在这个供一些虚伪的一些虚假的一些发心，然后他就是做供养一样，他们立刻知道了他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不正确的，有这种不正确之处的情况下，
那么他马上立即断除他的不正确的意念，而且是马上改办随时随地都是要这样的改办。这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有正知正念的自信来，那么能够对付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内心的不正确的起心动念那么如果是我们有善的起心动念，也是要观察真正的是不是善的起心动念。如果是知道了是对，那就要回向，要欢喜。那么在这个善的功德呢，就会越来越增加。资本做人着康着